阿门。任何环境，咱拢免惊吓，因为全能的上帝要藉着咱的气力，藉着咱的保护，藉着咱的帮衬，来给你是我。任何环境唔免惊吓。任何的环境都唔免惊惊，全能的上帝伊要保护你，你拢免惊惊，也唔免惊惊，全能的上帝保护你。有野生软弱无助的时阵，全能上帝伊要看顾你。人生的大风大雨临到的时阵，全能上帝伊要保护你。主你是我的救。最后，咱开声为着早起的敬拜来祈祷，恳上帝幸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，互咱挂一较无的灵，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伊，来学好伊。咱特别为着今仔日一个服侍来祈祷，咱知影伫教会中心有水学，还有查经班，咱有一个服侍伫楼骹有交通指挥，咱有影音团队，咱有敬拜团，咱有献歌队的服侍。咱有午餐的服侍，有心理转教服侍，咱为了这一服侍的当中来献上祈祷，单单归荣耀上帝。咱特别为着今日要讲道的题目书来祈祷，今日是文字时间奉献主日，咱为着咱教会咱的总会所推荐的一个文字的时间咱就无顶头有，咱为着这个时间咱献上祈祷，咱来为着咱的题目书再去要传讲的信息，咱恳求上帝使用题目书所传讲的信息，帮助咱来翻转咱，来更新咱。所以咱开声为着早起的敬拜，咱开声来祈祷。请做叫我为着早起的敬拜，迄阵祈祷，恳求上帝你的运行伫阮中间。主啊，欢迎你这时阵临在伫阮中间。主啊，我们从早起的敬拜、敬拜这路成就，要看见上帝你设立宝座伫这所在。我们每一个弟兄们透过题目书所传讲的信息，来翻转阮的生命，来更新阮的生命。搁一遍奉献伫主你的面前，互主来使用。主啊，恳求上帝你运行你的灵伫阮中间。主啊，高举你的设计伫阮中间。要看这强上帝你今日荣耀彰显伫这个所在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上帝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上帝，我搁再一遍讲再去敬拜主的献手，恳求上帝你甲阮伫咧，咱咧祈祷拢是靠着这个生命来求。主啊，恳求上帝你帮助阮早起诚做一个荣耀的敬拜伫你的面前，咱咧祈祷拢是靠着这个生命来求。阿门。咱起立来吟首诗歌，天父恩典真正大。天父恩典真正大，天父恩典真正大，日日在传，无论风雨也变晴，你拢会做伴，咱着所生命的恩，日日的有存，在会感咱变正欢喜。一定较引传，一定较引传，互人稳定拢无错。开咱的心肝，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着路为啥人生，好地地拢总大家欢喜，你的稳定实在真正大。日日在引传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你拢会做伴，咱着所生命的恩，日日的有存，在会感咱变正欢喜，
阮这拢无煞，为咱的心肝，平安福气有这么大，咱就为啥今生，好日的拢总大家欢喜，你开演出。天拢无煞，为咱的心肝，平安福气有这么大，咱就为啥今生，好日的拢总大家欢喜，你开演出，一天开演出。阮天拢无煞，为咱的心肝，平安福气有这么大，咱就为啥今生，好日的拢总大家欢喜，好日的拢总大家欢喜，好日的拢总一遍讲，好日的拢总大家欢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咱来敬拜咱的主，因为伊是圣洁公义的救主，伊是咱通倚靠的主，咱单单来敬拜伊。耶稣，圣洁公义救主，从天上帝的威严。好天灯花万顷，满有丰盛不尽的恩典。耶稣，万变将关万民，他的愿要尊贵我罗，我也心的相信，也决定吧。上帝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名。哦，我的主，哦，我多多仰望你，热情来敬拜你，耶稣。公义救主，彰显上帝的威严。你的听是好听，灯花万顷，满有丰盛不尽的恩典。耶稣，光明将我。摇起咱的手来敬拜咱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来敬拜你。哦，主啊，我用我的生命要来回应你的名，回应你的名。哦，我的主，哦，我多仰望你，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，奉献我的心。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名。哦，我的主，哦，我多仰望你，热情来敬拜你，热情来敬拜咱的主，热情来敬拜你。都一边讲我。
热情来敬拜你，热情来敬拜你。来吟圣诗，圣诗